阿弥陀佛。我们现在恭请开谦法王致辞，跟大家讲话。有声音。Good morning and 对是姐姐早上好。我的国语没有那么好，我讲藏文一点点，先生的师傅他们翻译，好不好？好。那指引那做这里民主人给人多几千倍，因民主对给人说话就完全要给人责任自己说的。今天呢，我们准备了这个给予民卓里的这个前行客诵口传的这一个法会。那在这里呢，向各位来讲的话呢，来先解说一下呢，就是为什么来讲的话，我们来讲要举办的来讲这个民卓里这个金刚萨埵前行客诵的这样子口传的一个教授是来讲呢这样子的一个法会仪式，这样是一个原因在之前呢，请各位做一个说明。肯定真的，但是超过超越的台湾的人，而那些一些文化马上起来了，你民主领域或者或者萨埵或者圣巴提，你别在的也一样的，就那个引进的，就那个如果现在的给或者第一民主的，军事的。초과하다. 대중의 자원을 먹고 다니면 그걸 조사도 참아 이제 게임 아무나 열리게 돼. 那我们呢特别是来讲，就是举办了这样金刚萨埵的这种教法传授的地点呢是在台湾。那在台湾来讲的话呢，已经呢将这个金刚萨埵来讲，它相关的这些教法翻成来讲各个文字来讲，比方说像是在亚洲的文字乃至所以在西方的文字，比方说翻成了这个中文，乃至呢翻成了这个英文，所以包含了讲像是这个民卓里金刚萨埵这一套佛法它本身的所有的前行，还是它的这个正行还有其他相关的修持来讲的话呢，都已经来讲翻译出来成为各种不同的语文。이 대통령 개인과 그리고 시스템의 개인과 그리고 사람과 이제 양매치 이거라 그냥 양매치가 아니라 타원 사람이 말고 뭐를 대신해야 이거를 통로도 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讲呢，既然民卓里金刚萨埵的这一套法来讲的话呢，它
州来讲不同的地方，像都有进行来讲这些相关的，比方呢这个所谓的冀州、陈州、晋宋、陈宋的这些闭关、念诵、修持等等的，那我都有来讲这个观察到，都有看到。今天什么？今天今天毛主席什么？今天这个大概的是今天有在我常常说的这个错的一个，那个国外的嘛，因为今天都是什么的？这些有的主持，你们觉得这个错，当然了，今天年轻些这个节会有最整个的一个意思。所以呢，在世界各个地方来讲的话呢，都有的这个你说的金刚三轮这一套教法来讲，它的所谓的修持共修法会传授等等，特别是在像我们印度的阿弥陀一字，那每年来讲的话呢，都有这个所谓的7天这个弥陀里它的这个大乘修的这个法会，也特别像是在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最后一天来讲的话，会举行的这个弥陀金刚三果的超度等等，都来讲呢，在世界各地来讲做这个弥陀金刚三果法会的这种重修持。今年第几个？今年第几个？今年呢，毛主席这一个就是说的北方开始的时候，这一个是有那个引起过来有那个，今年呢，台湾的一些县说的这一个有那个啥个，这两年前的这国内哦，就是这个老的哦，而且在汽车的这类的，往水车的这类的，龙水车的这类的，这个水车的这类的。两年以前的我这一方面就跟开始我下来的，这我这样差的都是。所以呢，第一个原因来讲呢，是基于以上的这种的这个情况的缘故呢，所以呢做这样一次来讲我们的这个典礼。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因为金刚三果的这个佛法法来讲的话呢，那它复翻成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中文，那也翻成了这个英文，那所以呢，在翻成了这个英文之后来讲，不应当来讲只是来讲如果你说文字上的这个完成而已，这样来讲的话，相关来讲，比方它相关的所谓的灌顶、口传、讲解来讲的话，你应该来继续的完成。特别来讲的话，应当来讲进行呢它相关的这个实修。今天你知道吗？今天给一个了，然后说给一个了，台湾人是因为呢，然后说给一个了，这个两年的月别开始了，今年呢，今年要不直接出账了，刚才帮我有个字。所以呢，应当来讲的话呢，就是要将这个法来讲的话呢，翻成了各自来讲的这个语言，而且呢，翻成语言之后来讲，我们要做来讲这个相应的这个实修。如果说来讲的话呢，这些来讲没有受到重视，没有受到完成的话，那这样法的这个修持跟法的这个弘传利益众生来讲，这个起来讲的话很困难。你是说这个学校或者是说他学校的他们什么这个然后他们这个这个语言不是地方的这个县马上的这个变化，这个什么但是这一套有关的这两年的是比较多些个今天两年前的也是。所以呢，像在这个藏传佛教来讲，在台湾或还是各地来讲的话，都有各个这个中心，但是来讲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道场呢，在做像类似这样法的修持的时候呢，只有来讲翻译来讲像藏文的这个译音，而没有来讲更深入来讲的话呢，将它翻成了中文的这个意思，然后呢，好好的进入了修持。所以呢，在我们在设法来讲呢，将这样的殊胜的法门，翻成中文之后来讲，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修持来讲呢，那我认为来讲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就是说，今天这个东西什么不让你们的学习来呢？他这当天的嘛，他不会的。东西什么不让你呢？那七八的那把，那生命什么天台的心里给你。然后那个起居两句上完一个，就是唱完就是的做逻辑上然后做的就是有写的这一类的。
那金刚萨埵呢两支的呢被重视弘传的原因，那想必呢在座有许多人来讲的话呢，都知道，像呢这个密圣的这个教法来讲呢，特别有所谓的外序部跟这个内序部，那甚至来讲呢，在密法的层次来讲，又有所谓的外内密来讲更密的这些层次，那可以说来讲呢，这些密圣教法的这个核心跟缘由来讲的话呢，就是呢这个金刚萨埵。이 똑같은 하나님께 대한 성과 가져서요. 지도에 따라 지가도 대시 주 생각 변화도 스테이션도 도지 생활이 되는 자리하여 자나도 신지를 감리에 앞에 메시지 상황을 잡아서 되게 라우스도 되는 원도 의식 차가 예를 인베에 대대 상황 대의를 이용하는 진정이 굉장히 제네 진짜 다 매장 메시지 나가 강조만 되지 그러나 나가는 지금 너무 시험에 지금 디스텐스 지금 파지는 된 거지 항상 지금 하신다 지금 와보고요 한 성과 하신다 지금 최신의 이거를 보시에 이거 되지 그동안 말하는 방식으로 이제 저도 인기가 아직 로지스트가 포함을 지금 지금 돈에 유익하는 그런 시야, 의식하고 시야, 다른 돈에 능력을 서로 전반에 그리고 로좀 시야, 이제 지금 남지 돈에 다 지금 이제는 가지고 있는 그런 회사에서 이제 서울에 가서 그것도 다시 지금 이제 상황을 보고 所以呢，那我为什么要举办来讲呢？今天的这样子教授的这种我的第一是呢，我在想的时候呢，因为呢，在这个藏传佛教来说呢，有太多的这些的本尊来讲比方来讲说不只是像金刚萨埵以外，比方说有所谓诸多的各种观音、文殊来讲金刚手的法类呢，这里像是所谓的八大的六大，或者像是所谓的大威的焰摩尼等等，非常的这个多。而来讲到实际现在来讲的话呢，有各式太多的这个法来讲的话，以后来讲呢，比方说翻成中文或者翻成各个语文，那这每一套法来讲呢，又有它的所谓它的这个前行、正行相关的这个教法。那法门太多的话来讲的话，往往来讲的话呢，会让许多有志来讲想要说明圣的法门来讲呢，觉得过于所谓的这个浩瀚无数而不知所措。不要说来讲的话呢，是所谓的一般的这个所谓的佛子但学子大众，像哪怕来讲的话呢，我自己身为的身为传法的这个上师，那常常就也有学员说来讲阿弥陀佛，这个本人来讲其实传授这个法比这个法来讲其实传授这样的口中那样的法传授来讲那样的一个教法，所以呢非常的这个复杂样子，有时候来讲的话真的是觉得是非常浩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说来讲呢，金刚萨埵的法门，它既然来讲的话呢，就是密圣教法的这个核心。那如果呢，我们来讲呢，掌握到了这个重点，然后呢，首先来讲将它的教法，比方说呢，好好的翻成了这个中文来讲我们所熟悉的语文之后，然后来讲，比如说是它的从它的前行开始，乃至它的这个正行以及相关的教法来讲，那可以说来讲的话，我们就掌握了来讲呢正确修持的一条明快明确的这个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说来讲我这次来讲，为了特别来讲能够利益大众来讲，所以来讲就是发起了这次活动的这个原因，这就是我的想法。근데 이 사람한테는 다르게가 도지 선배만에 드네 로좀 지게가 도지 선배만에 드네 출지게 이거도 또 양동 제제 그런 것도 같이 내지게 되게 이거만 내가 지금 원칙도네 되네지 그러면 내릴 잡아야 같이 사자도 돼 내지도 그나 담가체 거에 되는 데가 대사대 기본적으로 한 방어적으로 야구 주변에는 누가 되게 나도 상하게 여러 가지 칼라이는 시기가
대사의 기분으로 나중에 팔아서 왔다에 되게 뭐 일을 그러나 되게 되게 정말 딜레시가는 소바데 소 구이하고제 딱 대보제 자라서로 나오고 모르게 지금보다 지금 외치지다 근데 뭐가 제제 딱 대보제가는 소바데 불상지 소 양nen제를 내가 그 따다야 뭐지 제 자라서로 먹어야지 소바가 사자 됐다台湾就是这个装饰的这个嘛，装饰就是呢，日动劳动着的操的这个，因为台湾呢，这里就是有嘛，刚才看过的，电影什么，跟这个三十几啊，他们电脑呢，这些，电视机，研究过，那看过，真的确保了这种条件，那看过那到这当的参谋或者商上，那听见就是看到学这个。给那草原是吧？那地方有大地方有几三十年后面的地几方面地就是这样意思。所以呢，在我的构想是想法说来讲，就是我们能够呢在台湾的这个地方来讲，然后呢我们以这个简单隆重的这个方式呢，来一起来讲，大家共聚一堂，对于来讲呢有心要学习金刚萨埵法门的这各位法友，有心要修持金刚法门的金刚萨埵法门的这各位的这些所藏传的弟子来说呢，那大家来讲以金刚萨埵来讲作为来讲我们修持的这个核心跟目标，然后呢同聚在这个地方。那台湾来讲的话呢，它不是一个所谓的非常所谓的偏僻的这个地方来讲，那像如果在其他的地方，或许来讲我们就可以聚在来讲呢，像说比较的空旷来讲，或者偏僻的地方。但台湾的话来讲，我们来讲比较是没有的。那所以呢，因此来讲，就特别来讲的话呢，就是有构想，然后准备来讲，像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比方说就是我们好好的神圣这样的坛城，神圣的这些所谓的坛场跟这个贡品，然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要用心的放轻松，然后呢来讲这些所谓的或者所需要的这些的饮食来讲，我们都安排的这个好的，然后呢利用这所谓的珍贵和这个所谓的稀有的这个时间，然后我们共同一起来讲的话，然后利用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好的环境，然后呢一起来讲来做这个金刚萨埵法门的这个共修。就是说稍微就是大点过，今年来了我不一样过去了，就是说稍微就是说跟那你不一样什么挺这的，刚才看苗那个挺这就是说呢，因为经过来的，然后他这个阳台弄到这些牙膏，茶菜这些不是过来的，这些我认识，他几乎别人都是之前的我认识。最主要来说呢，是希望各位来讲能够在所谓的心旷神怡，然后呢神情放轻松的状态之下来讲，我们一起来讲完成这个珍贵的修持跟这个善行，而不是说来讲要求各位这次来参加法会来讲，就一定要非常所谓的慎重或压力很大的来讲，然后呢端坐在自己的这个座位上。当然，在这修持过程当中来讲，能够呢端坐在位置上来讲，一起来讲做这样的修持呢是非常好。那过程当中来讲，如果说比方说有时候觉得累了，或者来讲身心有点身心来有点紧张的话来讲那各位来讲，特别说来讲可以起立来讲到中央的坛场呢去这个绕行这个绕行，或者说像我们旁边来讲呢也有这个落地窗等等，各位来讲也可以起来远眺这个远方来讲主要来说来讲就是希望说各位来讲在这样的这么好的环境，在良好的这个状态之下，然后呢以这个所谓的简单隆重可是心旷神怡来讲呢，并且来讲呢这个欢喜来讲愉悦的状态之下来讲，我们一起来做金刚萨埵的这个共修。